哦，好像是看联合公园去的，最后要走好去。部落联盟协会。现在各位票的最后一场，到桥外去。南宁国际联署舞蹈协会。我们感谢主灵给我们今天的欢乐。各位来宾，最后的节目跟着跳完，我们就结束了。希望各位来宾在开始的时候记得我们周边都应该有的东西在这一下。谢谢主持的朋友，谢谢。真理大师台湾教区研究员新闻会。是的，谢谢我们现场的。军官学校技术系启航协会。我们现在有我们的舞蹈以及歌谣啊，祝福现场的吉祥吉祥吉祥。小孩子宝宝哈，台东县的东每个家家户户也感谢主灵让我们今天能够圆满的把书大会完成啊！谢谢不主灵，谢谢我们主办单位啊，主办单位啊，好棒哦！让我们不用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谢谢。我的这边带上很长。将近要2个小时哈。好，就这么决定了不回高雄哦。我跟你们说，那个在跳的2个小时跳才能回家哦哈。